大家好，我是空空鸟。大家好，我是朱英群阿舅妹，佢係空空鳥，家下要同大家來打招呼，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啊，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帶定安定認識嘅空空鳥，我同大家來分享嘛嘅喏。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主題，我相信係講到爸爸媽媽、阿公阿婆親頭腦痛嘅事情，因為我搞。同世嘅聲音咧，有關呀，自家嘅身體自主權，還有有關這個兒童心情開嘅也條部分嘅問題吼，可能有當煩惱，甚至用蠻高嘅也條。啊，唔過今日看到愛同空空鳥就知道，今日我係當簡單嘅方式來同大家來分享。啊，我邀請到乜嘅專家來同大家來分享咯。邀請到嘅係呀，當用心啲嘅 V 啊，台灣嘅青少年啊，兒童啊，佢哋嘅權益非常保護佢哋，佢哋嘅推廣佢哋權益嘅立信基金會來分享呀，立信桃園事務所嘅賴文珍主任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大家好，我是賴文珍，請歡迎金碧龍、空空鳥還有小新來到這個福氣來了這個節目。對，歡迎主任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雖然今日一開始來講，我講嘅主題有一些些困難，啊，唔過今日就會同大家來分享立信基金會佢也都出嚟一類非常棒的，算是一個教材，也算是一個故事。是的，我同大家來分享也都概念聽起來非常困難，啊，唔過我用輕簡單嘅方式，幫大家做得好好來同。也條聲音咧，同也條講有關自家身體嘅也條觀念到地度也輕重要。故所這樣子的一個教材，也係講一個故事。今日 enjoy 來先同佢來做一個開箱的動作，因為佢其實還蠻正式發行，對不對？對。他正在籌備期，即將要發行了。沒錯，對。我們經過就是教案的設計，然後請幼稚園欣賞。都講，你啊，這套教材龍盛也用下講有幫忙嗎？哈，能夠了解嗎？這樣子。故所有本也都欣賞，去真實來去測試過了。幼兒園的老師來參與在我們的教材的測試。哇，所以這其實設計也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然後最後做出來了這一套。雖然現在太嘎看到還是樣書，有沒有？就表示我們現在真的是很第一個時間就急着向兒童太嘎來分享，有暗用嘅教材。比如講，像阿蘇紅也在空空鳥。它是裡面其中一個角色。是。那剛剛主任有講到小新。對，小新啊，就是好可愛，也有一個小阿妹耶。對，小新。哦，小新就是我們立信的新，哇，他的嘴巴張得很大。小新太開心了，太開心了，是我們的小新。然後這套教材裡面有很多的角色，爸爸媽媽，阿公、爺爺奶奶。阿公阿婆啊，妹妹啊，韓國有一隻鳥誒，很多空空鳥，然後就是有這樣子的圖卡，然後給它的做的夾到，其實就是一個紙袋而已啦，對不對？七個豆腐卡就做的做這個動手做，或者是對於老師來講，對，做的本聲音呢七個來做，對不對？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很簡單的手偶。幼兒園的孩子本來就要訓練他們的大小肌肉，所以跟着孩子一起做，也是一個就是在教學現場，不管是學校或者是家庭，孩子們都會喜歡的。是，所以這一個教材包底度，除它有要的手偶的材料包之外，我們還有一本書，有一本教材，對不對？它算是教材。我的教材在哪裡？要在這裡。對，這一本我們現在目前手上的都還是樣書，但是給底度就有要的故事，韓國同要的欣賞，也係講同家長講，我用版來搞聲音呢。那底度有幾個內容哈，第一個內容當然是身體很愛吃嘎呀，哈，身體係每一個小朋友的身體自主權，對，身體自主權，所以小朋友他喜歡用什麼方法去展現他的身體，我覺得在這裡頭，身體自主權的概念，如果爸爸媽媽或者是老師要
教他可以用什么方法教，对，很像是教师的手册，大人的手册哦，这是教学手册。啊，不过没有本声音来看呢，对不对？本声音看的动画，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会这个海报，对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对，Andy 今日就会同大家来分享。啊，不过 Andy 其实立新一直在动用心这个保护声音呢。那像在或者是保护女性，在这样子的个歌唱当中，要不要来开发出按用的教材？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一套教材？其实以前哈，我们在接触到性侵害的被害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童年期好乱伦的受到性侵害的朋友。好，那童年期的意思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就已经把成年拉成18岁嘛，18岁哈，18岁以下的孩子称为儿童，所以不是只有幼儿园或国小，其实18岁以下都是未成年孩都是儿童。那这群孩子特别的脆弱，需要大人的保护。那个保护不是预防害怕他们出门去接触别人，我们都以为是这样，我们都觉得要预防，要这样子的保护他们，限制你不要去哪里，对不对？不是，我们这套其实立新一贯的教材都是告诉所有的大人，其实孩子是有他自己的自主权的。如果我们尊重孩子的身体自主权，孩子在生活当中比较会判断。没错，所以在身体自主权的部分，我们有几个大原则，我们每场注意来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身体界限不限于私密处，也黑嘛个意思呢？以前啊，总会讲，哎妈，哪些是你身体的隐私处？可能我们会说3点部位，对，比如说胸部，2个大腿之间，屁股，但还对一个嘴巴，知道吗？好，嘴巴就是有些人会强迫孩子，放入孩子不喜欢、不应该放入的东西，哈，隐私处。那我们现在是把身体的界限身体自主权的范围更拉大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只有这些隐私的地方是隐秘的，而是我的身体，我觉得它应该是。每一个身体都是孩子一部分，孩子只要说不要、不喜欢，大人就应该尊重他说的不要，好，包含他的头发，对，也包含不要碰我的头发，没错哈。我不晓得阿 Kim 我知不知道，小时候就是我们留长头发不是绑辫子，对，小朋友有些男生爱拉你的马尾，对，所以很多女孩她就会把头发都画上他不喜欢的颜色，比如说红色，红色是一个警戒色，它倒不一定是不好的颜色，它是一个警戒色，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很多女孩会说，我的头发是我的隐私处，对，是我的界限，应该是这样说。对，所以它不是只有性含义的地方。对，然后包含身体界限会随环境、空间、情境关系、心态而改变，不是固定的。没错，这个是比如说我在同某 Q 用跟你相处的时间，我跟妈妈也还讲同个同学，我的身体界限是不一样的。某 Q 用，就算不一样的人不一样，对不对？还有一样的人，可能在不同的状况，孩子也会不一样。没错，所以其实这些观念都会亚套教材的都会同他来分享的，甚至呢不要落入性别的刻板印象，要平等的对待啊，然后跟幼儿谈身体的自主权，然后培养他们自己身体的自主意识，都会上来同他来分享的。所以可以懂难，但是用版用很较简单的方式来同大家来分享呢。其实我们也有动画，对不对？然后这些动画刚刚有讲到，动画里面是有它的情境在里面的。对，比如说第1集的主题叫做 “Hello 新朋友身体感觉”，弟弟都会第个讲嘛该。那个身体的感觉，意思黑公，有时候我们身体心里会有感觉，比如说我身体很害怕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害怕的时候，我身体会有一些反应。阿 Kim， 你在紧张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心跳加速。对，没错，对。有些人会像我认识一些小朋友，他会告诉我说，他会觉得哇，一直想发抖哈，或者有些孩子会觉得他肚子痛，甚至想要去上厕所，类似像这样，就表示说给他身体的感觉，让给他心底对都会感觉已经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知道说，他的身体已经在提醒他一些事情。所以让他们有警觉。没错，那不管是跟认识不认识的人，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可能是他们身体的反应，气感偶尔注意到。对，而且要尊重他自己的身体的感觉。有时候他可能自己觉得我不敢说我不舒服，但其实他自己身体已经有感觉了，气感就会同气感有感够。有时候我们带孩子到某些地方去，然后他就说妈妈我不去，我妈妈就说你要来，就你不去看
看孩子，哎，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其实如果我们大人可以比较关注孩子的身体、心理的感觉，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人家他看到给方面就是这个动画的部分，好可爱哦！那个空空鸟变成真实的动画也太可爱了吧？是的，超可爱的，孩子很喜欢。然后这个小新会懂等一下，哎呀的就会给同好，给同好的角色，然后他也会在这个动画里面来做呈现。这个空空鸟真的懂得影响。那我们这一次动画总共有3集的系列嘛，对不对？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身体感觉，第二个是身体界限，第3个是身体反应。那其实亚德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本身人呢用通话就做在了解自己身体的感觉，韩国黑共气感有排斥的感觉，他们自己可以有意识到，对不对？不会想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这个负面的情绪。对，因为一般我们好像叫孩子说，哎，你要当乖孩子，听话，乖孩，对，没错，听话的孩子就是你就大人说什么你就配合。对，可是我们刚刚有在提到那个 CRC 公约哈，儿童权利公约就提到孩子有4大权利、4大原则，孩子说话大人要听，而不是说。大人小孩有嘴巴没有嘴巴，所以我讲话你听就好。类似这些其实是蛮冲击台湾的大人哈。我说汉拜不要再讲声音的有你冇嘴啊，对不对？千万不要再讲了，我们要聆听声音的去改个行度法。还有等等，有同大家来分享，大家先休息一下，下一堂节目动正了，再个同大家来分享哦。大家做到福起来咧，大家乐到眼拿定呀，係愛唱歌跳舞係冇啊？其實唔咩哦，眼見乜嘢呀？他按用起點開場，拿點這個鈴鼓，韓國呀這個標籤貼紙，起到呀海報順紅，就會愛唱注音同眼分享上來，應用版來搞聲音咧有關身體自主權，這是透過一個懂簡單嘅遊戲來同大家的分享，錯冇？就是身體自主權的遊戲很多啊，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這次的教案當中很適合幼兒園的小孩啊，我們看得到就是說男孩女孩對不對？我們把很清楚的身體的一些隱私，因為他們沒有穿衣服，從頭到腳前面後面都是。這已經跟我小時候的課本不一樣了，是哈。那這些時節課本是有遮起來的，遮起來，重要部位遮起來。對，那這個我們要告訴所有的大人跟孩子，你身體的所有的部位都是你的，而且都是很棒的。好，然後都沒有任何的污名，然後沒有不能說的。是啊，以前問小朋友說什麼是靈魂之窗是哪裡，小朋友都說眼睛。但你問你你的陰茎陰部尿尿的地方，他就會一直笑一直笑，他說不出來。然後又不太好意思講曖昧。哎，講不出來，一直 sell 對嗎？哈，因為那個就是表示我們對我們的身體有些模糊的，說出來好像覺得挺干 sell 不好意思這樣子。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建立大家愛講就本己的名正確的名稱，沒錯，陰茎就是陰茎，陰部就是陰部，沒錯。對，我們讓大家直接攤開來講，我們不要有這種排斥的感覺。對，那我們跟大家看到了要有身體嘅 PV 以後，用蠻同聲音來教，按用嘅遊戲來了解大家。因為講身體自主權嘛，對，所以我你講，按身體按到地方啊，你喜歡的地方是哪裡？那我知道阿 Kim 手上有那個貼紙。我想一下，你想用什麼顏色代表你喜歡？我喜歡紅色，好了。OK， 我好喜歡紅色。喜歡，好，就是熱情的顏色，對不對？好，那您就可以就是我的身體哪些，就把這個當作是您的身體哦。你喜歡你身體哪一部分，你就可以貼上。我喜歡頭。哦，你喜歡頭。我喜歡本人苗頭呐。哦，有什麼感覺呢？就知道，就覺得我有被認同嘅感覺。被愛的感覺，對，有被愛的感覺，然後還有那邊脖子做唔得，做唔得，因為愛吃動鳥，動鳥，這不行啊，對，不行啊，不行，所以你要貼不喜歡的顏色，那我就要貼藍色，對，所以就是用這個方法來幫大家來了解，本身也去給了解到。
爱身体嘛爱体风，爱轻加一，爱毛加一，对，原因黑嘛的，对，每一个小孩的原因不一样，好，然后这个界限图如果弄出来，不会永远一样，比如说今天。是这样子，也许下个月或是老师下学期，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他长大了，他跟人之间有不同的经验，所以如果回到阿基莫尼的例子，搞不好下个月或是2个月之后，你贴上你的头，搞不好你说你不喜欢，为什么？也许你在路上遇到一个很莽撞的人，你觉得哇，我的头。我要特别保护，我并不喜欢类似，所以那个会改变的，没有说标准答案1+1等于2是标准答案，没有身体的界限跟人的关系，我们刚刚有说嘛，那这个铃鼓的部分，黑太嘎做的七嘎都不卡请音吼声音的中医的乐器，对，或者是小玩具会发出声响的小玩具，那我们可以跟他说，大声表示喜欢啊，然后。搞不清楚就有点不太对，那不喜欢就是类似就安静，没错，不喜欢就安静，对，没错。就用暗五跟红色本身你的气感，而且它可以很直觉的表达，对不对？因为这个它很容易啊，它只要晃一晃就会发出声音了。有上是啲學教啊，啲木地方都有噶哈，聲音也就講出來哈，他就可以用這個鈴鼓或他喜歡的樂器，他就會說我現在就不用說，是直接說明白，但是他就可以表達自己的意願，而且這是樂趣。就是在家裡的學習，讓孩子喜歡自己的身體，喜歡自己的界限，而且他相信，當我這樣子表示的時候，我的爸爸媽媽，我的主要照顧者會尊重我的身體界限，這才是這套教案當中其中一個很大的重點。哇，要已經同細漢時節接觸到嘅教育已經完全冇共用誒，這聲音就像剛剛親咪講嘅聲音嘅用意冇做一件事情，這已經不是主流了。你總唔得再夠用暗用嘅方式來壓制小朋友的感覺，一直都不是，只是我們習慣了，對，沒錯。所以漢白睇下可能要做得從此得用他直接嘅方式，尤其係爸爸媽媽、先生、阿公阿婆啲嘅教聲音嘅時節，其實冇安排些，你做得用很較正確嘅方式來教一條聲音咧。我們的身體，認識我們的身體，認識別人的身體，其實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界限，你的界限，我尊重，我也尊重，其實那就是最棒的一個彼此互動。沒錯，當做朋友的很好的一個方法。除了這件事情以外，Andy 勵馨基金會一直非常致力於保護女孩、兒童這一些事情。我們其實做了非常久，差不多應該有20年，超過20年。應該都35年，暗藏的時間。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們今年有一件動態的新聞事件，就是 Me Too。那當然有非常多人願意勇敢的站出來。那也跟我們分享他們遭受到的這一些經歷，可能係沒辦法想象到，但是我覺得更沒有辦法想象到的是，其實原來這個比例這麼多，而且甚至很多都係七家宿死嘅人，這個是我們當你沒有遇到、沒有看到，你真的沒有辦法想象。那這個是今年發生的這麼大的一個新聞事件，那勵馨是不是也覺得說這件事情特別的需要跟大家來強調熟人？對。其實以前我們的服務對象群就是一直告訴我們，熟人是最大的，會傷害我們的人。可是我們不相信，我們不敢相信，我們都說陌生人，不認識的人，因為那個很容易教嘛，對不對？哈。對。可是剛剛我們提到身體隱私處，其實為什麼熟人是最有機會的？因為熟人才有機會在生活當中把孩子的身體界限給模糊掉。對，比如說，在食物上哈，我們看到的加害人，他不是一開始就叫孩子把衣服脫光，或一下子就碰到孩子的陰莖或陰部或身體比較有性含義的地方。他是用漸進式的，比如說，碰你一下。啊，你沒反應，他就知道接下來，我可以再做。比如說，我可以停得久一點點，我可以放在比較敏感的地方。那這些地方如果你都沒感覺，就表示這個孩子跟我之間的關係，好像我可以再做進一步。其實家人都是用觀察的，在生活當中把孩子的身體界限模糊掉。為什麼我們這套教材，勵馨的教材一直提到身體界限要還給孩子，要跟孩子講身體界限，因為
只有熟人才在生活当中把孩子的身体界限模糊。对，所以NTP 这里也一定有关熟人性侵的手法嘅上先当然人可能。冇辦法想象，去甲蘇斯嘅人會對人呢成員嚟做暗用嘅事情。啊，唔過了解到真正有發生嘅案例是這樣子，有這樣子的方法途徑去對小朋友做這些事情。那這些我們是不是要小心？對。因為以前啊，我們在說，受到性侵的小朋友是冇做嘅成員呢，佢咩真係冇做，佢係有做。講不出來，唔敢講，講不出來哈。好，那這些的確是大人會來淡化，比如說剛剛講到輕描淡寫，有嘗試睇你名啊、講啊，哈，就講哎呦冇要緊啊，他大家都會這樣子，哈，每個爸爸媽媽、阿公阿媽類似了哈。但我在講這個之前，我要跟觀眾朋友說一聲，大部分的大人。絕大部分的大人都是用健康的愛孩子的，不然我們今天不用出這個教材。但是我們告訴你，的確有些大人他會運用跟孩子親近的時候，對，來傷害孩子，以愛為名。好，所以我們講的是這群，以愛為名，對，這群會傷害孩子的大人，而不是那個用健康的愛孩子的大人。所以大家不要害怕這樣。我們提醒着大家注意暗用嘅事情。所以呢，如果小朋友信任長輩，其實他們可能會告訴你說，有人跟我說這些話，沒錯沒錯，包含什麼哄騙吶，我們來玩一種好玩的遊戲，對，瘙癢遊戲應該大家都玩過，對不對？對，然後幫孩子洗澡。洗澡就會洗到身體比較隱私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不管是跟孩子瘙癢，只要孩子說不要，我們就要停下來，那孩子就會知道說，當我不喜歡的時候，我說不，你就要停下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經驗的累積。那玩遊戲也是這樣，我喜歡玩這個，才不表示我一直都要玩這個遊戲，甚至連甜言蜜語都要小心。我喜歡你啊！哦，你好可愛哦！你很特別，你都配你某胸用。所以你就會聊到是喜歡我，所以才這樣。我想太多了，我覺得怪怪的。沒有，因為他喜歡我。好，你看他比較不喜歡，他喜歡我都常送我禮物啊。送我禮物其實對大人來講是一種賄賂。對，可是對孩子來講就會覺得說。我喜歡你，這是我們的秘密，有沒有？這是我們的秘密，打勾勾。哇，很多孩子就一打勾，因為我們的教育是誠信，對不對？這些都沒有問題，這些都是好的。可是這些大人也會用這個方法。所以有唔好嘅企圖的大人，可能會用暗用嘅方法來對待成人。那成人呢，可能對這個信任的爸媽，可能又會唔敢講，因為講了就知道，我是不是破壞了我跟別的叔叔的約定？其實這樣是小孩也會害怕講，但爸媽也很害怕接受這樣子的事情。對，然後所以爸媽就會說，莫亂講法，翻譯得亂說，翻唔得亂講，然後孩子就會知道說，哦，原來真的，因為。那個傷害他的人老早告訴他，唔是龍潘人講，因為某人會相信。好，所以這就串在一起了，就 bingo 了。對，所以NTP 同大家來分享呀，同呀 Me Too 事件非常非常有關係。有的發生事情嘅人，可能甚至唔係親生嘅成人咧。呀，連對人都會知道，當然去唔啲按用嘅去面對，唔啲按用版去講我不要。但這件事情對小朋友身體自主權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就透過亞風社來同大家來分享，咩同爸爸媽媽、先生、阿公、阿婆人家都講，做得好好注意韓國老這個身體自主權版本聲音咧。還有內容會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哦。走走，上學去。今天又是好天氣，轉圈圈，牽牽手，好開心呀，好開心。摸肚肚，親親嘴，不喜歡，不要碰我。別人說不要，就是不要。好，
好可爱哦，吼，请等一下，请等一下，也就会用亲赤甲被粉色，同生眼光，我可以说我不要，对，你是有权利拒绝，没错，这就是你的权利，我不喜欢就不喜欢，我不要就不要。对，这个是一车上的同台噶同生眼的分享诶，妹同长辈来分享，生眼的有要讲说不要的权利，他们可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愿，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建立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对不对？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能一直都忽略了这件事情。那身体自主权就跟性别有关系，那性别我们就会有非常多的性别刻板印象。尤其是在我觉得东方世界，比总跟洋葱，比总讲，好，就从我朋友发生的事情，小朋友 baby 要公布家的给性别，对，怀孕了宽胎度嘛，还要公布他们的性别。你看到蓝色的气球，你就知道是男生谁来耶，看到粉色的气球就是谁模，但谁规定的？男生的为什么男生小 baby 的房间就会布置成蓝色，然后里面全部都放车，然后女生全部都不用洋娃娃，粉红色，对，充满。其实就会讲给性别刻板印象，对不对？对，我们在讲性别刻板的时候，其实会谈到的是，比如说特质啦，哈，刚刚那个是其实。颜色黑它改对吗？蓝色嘛黑色来色么呀？粉红色嘛黑啊？清旧以前哦，粉红色黑色来颜色。真的变成什么颜色？对，那开始直接变过来耶。所以现在就是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很浪漫，觉得女生很浪漫啊。颜色也是，其实颜色是很中性，对不对？哈，但是是我们大人的特质，觉得女生要穿裙子，粉红色的纱裙，男生就不能穿。啊，那穿裙子是女生，穿粉红色是女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刻板的一个分野。甚至就进到了这个性别偏见的部分。对，其实我们在谈性别暴力的时候，其实性别暴力是可以防止的。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的性别暴力，不管是特别是我们今天聚焦在小朋友嘛，学龄前的孩子，那性别暴力是可以预防的。怎么预防？就从去除那个刻板歧视，就可以预防性别的暴力。那为什么会有刻板歧视？是因为我们有特质跟角色。好，刚刚阿 Kim 问你手上拿这个，对，特质就是我们有阳刚的特质。男生要积极呀，要主动啊，要坚强，使用工具啊。好，如果男生都很会开车啊，哈，那很会开车都是男生，类似像这样哈，然后很会修东西。那女生就是不是？女生就是阴柔，阴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温柔啊，听话啊，配合。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家里是女娃娃，我们就说女生要养成这个样子，男娃娃就要养成那个样子。所以当我们的男生不阳刚，我们就会不阴柔，那男生就叫做娘娘腔，女生叫男人婆，对不对？这就是性别暴力、性别刻板，而且这些性别刻板会影响到爸爸妈妈怎么去期待孩子将来做什么。比如说男生很阳刚，所以男生可能就要做更多更重要的角色。女生你只要在家里，早期不是说男主外女主内，其实现在某个程度也是啊，很多人会告诉你说。什么突然读书，从马该突然读书，找一个好老公，对不对？你先生养你一样，就是那个不同的时代背景，其实这个是很框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很多的性别的刻板。那刚才性别歧视谈到，因为大家都知道永志嘛，叶永志，他就是玫瑰少年，对，他只是一个男生，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性别，他还来不及长大，他就是不吝啬表现他的阴柔气质，所以因此被刻板偏见歧视，然后有暴力。然后就产生了暴力。没错，没错，对。那我们今天谈很多是性别盲，因为像度数，眼睛的度数，你也许没有性别度数，你就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性别不公义的事情，性别歧视刻板，可是你毫无感觉，那叫做性别盲。性别盲，对，完全没有度数。对，性别盲也是联合国。说到的没有性别的度数叫性别盲。我觉得这个我想要特别分享，因为应该头白没谈过性别盲这一个名词，那包含说以前我们可能拍照会说，哎呀，女生坐着，男生站着，这种感觉就是你好像有一种高低地位的感觉，对，没错，这其实就是性别盲的一种。对，其实我们应该是看当时的状况，或者是谁适合站，谁适合坐，不是因为你是男生女生，对，不基于性别就不是
性别刻板。哦，所以大家唔知有吸收到这些吗？黑某跟发 and 复习片 detail 可以用更生动的方法，我们可以用案例的方式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性别刻板印象的部分。像朱茵再跟同大家来举几个例子好不好？小孩对不对？我们就会说男生不要哭。好，很常听到哦，你说赖啊，莫叫啊，哈，所以让我们的孩子就是觉得我是男生，我不能哭，对不对？哈，什么男儿膝下有黄金，所以你不能够，其实那是讲示弱，好示弱，然后男生要很勇敢，对不对？我们看那个白雪公主、睡美人，都是男生，王子。对，王子一定要拯救到公主，所以我们女生就是公主，从小就是最大的梦想。你看女生结婚典礼上要换那么多衣服，也是不是说不能穿婚纱，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而是说那个从小的公主梦就是很希望被呵护。但其实我们的世界，男孩跟女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他要相信。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慢慢长大，就算他现在的年龄很小，他都有可能去帮助别人，也有可能要别人帮助他。对，如果我们觉得男生都要去帮别人，那男生我就不想帮你啊，类似。但女生很想帮忙，可是她就不敢，对不对？哈，性别刻板，比如说蟑螂，我不晓得您害怕蟑螂吗？我很怕。对，但我不怕蛇。你不怕蛇哦，我好害怕蛇。但我意思就是说，对于有些东西，我们都觉得女生应该怕，所以很多女生不怕蟑螂，可是她要假装她害怕，因为这样子男生才来保护，类似这些刻板。对呀，其实这个刻板印象有上是同母卡跟教育有非常强烈的关系。比如讲可能生意呢，有上是有一个谁来一个生意呢，有一年是讲同家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我想要玩洋娃娃，我想要玩芭比娃娃，爸爸妈妈可能会说，不好，我给你玩吗？对，有很多绘本在讲这个哦，就是他提到就是我要抱洋娃娃，然后别人就会说哦，男生抱洋娃娃是娘娘腔、恶心，对不对？变态。对。可是女孩抱洋娃娃，非常的不违和，这样，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性别刻板。刚刚阿 Kimo 讲到是从大人帮孩子准备的玩具，女孩就是洋娃娃啦、纸娃娃，男孩就是什么机关枪啊、机器人类似，要打来打去，然后。爸爸妈妈就觉得哇，我的孩子很勇猛这样子。还有一个我每次都动接看到的，就会比如讲谁来 he don't know boy， 他家就会搞讲，你是男生没有关系，你在这里换衣服就好了。换衣服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性别的刻板印象，对不对？没错，因为我们不会让女孩在外面随时的把自己的衣服脱掉。是。但男生就觉得你界限没关系，没错。但其实这是不对的，而尊重生意那个意愿。对不对？他们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他觉得 OK， 他才可以在外面换衣服。对，如果说不要就不要，就要尊重他，并不会因为他的性别而有所差别。对，那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了解呀，件事情。今日同大家的分享案都包含先从看到的海报啊，然后这些可爱的角色啊，以及刚刚看到的动画，还有音乐的带动唱的，还讲那观众朋友想要来接触这一些内容的。亚的做得用那个方法来拿到亚的，或者是说来接触这些教材呢？如果学校的，因为这一套是为了那个学龄前就是幼儿园的孩子，所以如果家里有幼儿园的孩子，好爸爸妈妈，你对这套教材感兴趣，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好，因为像孩子是大人是保护一起来帮忙孩子，有身体界限概念教育孩子，他可以联络他可以上我们立新的官网，官网上有专区都可以拿到讯息，或者是联络我们的总会，打电话给我们的总会，我们总会也有专人来为您服务。我们从故事大家听出会记得咯，还讲我想要了解到一套教材的话，都得上立新官网，冇给发就打电话到立新总部，你就有机会就能拿到一个教材哦。故事今日同大家来分享案都有动到稍微比较艰难的一些这个名词啊，韩国样内容不过我相信有一套教材的帮助之下，大家都得很较容易的去了解，很较容易的去搞呀，都给声音的哦。故事今日也非常神梦，祝您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为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跟曙光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来嘅电视机条件嘅观众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有到福喜來嘅面書傾讚，還有聽一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有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